腓立比書1章1至11節。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凡住腓立比，在基督耶穌裏的眾聖徒和諸位監督、諸位執事，願恩惠、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。我每逢想念你們，就感謝我的神，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，常是歡歡喜喜的祈求，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，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。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，必成全這工，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。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意念，原是應當的，因你們常在我心裏，無論我是在捆鎖之中，是辨明證實福音的時候，你們都與我一同得恩。我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，切切的想念你們眾人，這是神可以給我作見證的。我所禱告的，就是要你們的愛心，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，使你們能分別是非，作誠實無過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並靠着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，叫榮耀稱讚歸於神。